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超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向飞，心比一寸比一千较重呢。看你困眠是我的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超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向飞，心比一寸比一千较重呢。看你困眠是我的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兄弟呀，
I close my eye， 你就会出现。爱你就让留在我世界。这是猪跳跳，超想你们的哦，救命！哦，上个礼拜超级强度有点过强吗？虽然说这只猪体力一直都还蛮好的啦，对，不过哇，上个礼拜整合下来是跑台北，当天来回2次嘛，对，然后主要是那个睡眠完全是不够的状况，然后还有很多活动同时在进行着啦，对，所以我今天早上发现起床之后完全就是身体完全就是一直抓着我，必须继续黏在床上啊！所以我早上可能吃完早餐之后，我觉得不行，这个状况真的没办法，可能还是得要倒回去。对，要不然以往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这半年猪猪开台都特别早，可能有时候11点甚至10点就会开。对，然后今天其实早上如果忙一忙顺利的话啦，大概真的11点10点其实就可以开了啊，但是真的没办法，对，身体真的有点疲劳爆发，可是不会觉得说就是怎么讲，心情很踏实啊，对，心情很踏实，只是事情刚好都全部压在8月嘛，对，就即使有在健身的朱蒂卡，还是有一些就是需要再补一些睡眠时数回来这样子，对，被床绑架嘛，大家对，哇，我上个礼拜基本上有一些好有趣的活动，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我上礼拜到底做一些什么事情。应该是很有趣吧？对啊，哇，怎么身体这么累啊？应该是超有趣的吧？对，对啦。然后上个礼拜刚好，礼拜5又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联动，多人联动。那猪猪这边也是会把自己绷得比较紧，因为有一些来宾想要访谈，然后希望他们玩得开心，对，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可能精神也会稍微比较紧绷一些，对。然后我们那个3D 卡拉 OK 变成了一个健身 KTV 歌厅秀的形状，我真的万万没想到好开心哦，好开心哦超开心的，而且那种强度啦，如果我不常做的话，其实隔天一定给退，对。但是其实我礼拜日好好的我礼拜日其实就是早上起来也因为要去爸爸家嘛，要去屯爸家，就觉得早上起来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个运动强度就是本身猪猪在上运动课的强度，那重训课的强度其实又再更加上去一点，所以完全也没有觉得退还是怎样退对啊。但是我其实昨天又大概其实12点多才睡，就是又在忙一些工作的东西啊，真的是睡太少了，天哪，睡太少了，绷得比较紧，结束后感冒率上升，不可以，不能再感冒了，对，不能再感冒了，不行，他哇乖，他哇先乖，我们不能先感冒，因为最后的2个礼拜，8月份的最后2个礼拜很重要，为什么？还有我们今天金咪奖的指定歌曲，我们今天17号了，我们要来截取比较 OK 的部分了，但是我觉得不会在这个礼拜截取，对，因为朱蒂卡实在是太希望就是可以把一些细节再好好的做一些深层的锻炼跟调整，然后这个礼拜就大宝老师忙到一个段落，也会协助猪猪，就是我有开的话，他都会帮忙补档听，然后再帮我确认一下这3首歌到底要怎么调整，然后最后我们应该是真的是最后一个礼拜，就是下个礼拜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再如大家选择一次，对，虽然我觉得大家应该最后还是说这猪猪决定就好，猪猪辛苦了，猪猪加油宝贝嘛是有可能的同款的结果，就是因百有无进前咧在咱公妈愈小小的时阵，阮兜祖先嘛是有宝贝问一下要等倒一首歌较好啦，然后今年的金咪奖咧唱歌的这个奖要投倒一首歌，安尼较有希望啊。嘛是跋歕杯啊，最后的公妈的讲无家己决定好就好啊。
融合天啦，都会赛啦，这样子对。但我们下个礼拜还要再来一次哦，对。然后只有3地化大家深蹲吧，我跟你讲，我在那边3地化不深蹲很痛苦，你知道吗？对，3地化就是为了深蹲。因为当一次死线战士，我觉得其实我们的企划书已经差不多了。对，因为雪灵宝贝跟猪猪大概7月份就已经开始着手企划书，企划书其实该弄的内容都差不多了啊。但是有啦，我们那个行销奖的剪辑的时间轴，我这个礼拜要陆续快点给雪灵宝贝，然后下个礼拜应该算是比较密集的要统整那些东西了。对，因为比较大型的活动大概一路到这个礼拜6吧，就是8月22号，大家来，我们这个礼拜马上就是学术交流活动了。我们这个交流活动非常的正当，非常的对，真的是交流活动，对啊，不是这个，对不起，交流活动。不是这个交流，对这个交流，对这好吃哦，肚子好饿，等一下，不是这个啦啊，我那个照片又拿去哪里了啦？哦，好想吃哦。我刚刚才起来，我午餐还没吃啊，我肚子好饿哦，完蛋了。我的交流的底加啦，8月20号，我们的那个交流活动，这就在麋鹿老大的直播间也宣传过了。我们边深蹲边宣传，希望给大家一个印象深刻的宣传形式，非常的健康。好啦，我们这个依旧是我们的票热卖中。对，虽然说我知道卡到 FF， 对，但是真是非常难得的这个算是台日 VTuber 的交流的这个讲座座谈会之类的。8月22号在台北AWS 台湾，好不好 ？OK，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要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得的这种学术交流活动哦。最下聊天室都觉得如果没有感冒，就代表猪猪其实还没松下来，肯定是被猪猪习惯带坏了吧。的确是，不过我今年的感冒频率没有像之前那么夸张了啦。我今年感冒频率即使有感冒好了，因为恢复的也颇快的，对，恢复真的是还蛮快的，所以我觉得好险。最后2个礼拜就你要感冒没关系，请拖到9月，9月你要怎么感冒无所谓，你要直接把我弄到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也没关系，对，但是这2个礼拜请先拜托，请留给我，对。好，这2个礼拜拜托，就是病毒什么的，请手下留情。好，9月我们再来各来盛小。我们有什么新仇旧恨，请9月再来找我。对，等到8月31号一过，你们想怎么弄我都没关系。弄到我真的不小心住院了没办法开台就算了，不是。这2个礼拜很重要，知道吗？好啦，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啦。等一下。首先是大娃娃你好，对，我们今天我在标题上面打了，我会先加1个小时，因为实在是太想念大家了，好不好？阿瓜你的腰刚好，阿瓜你想到腰，阿瓜你闪到腰要我教你怎么去复原它吗？我是一个闪到腰可以自己复原的女人，有点夸张。好先生，对，我今天就是对跟大家讲好要杂谈1个小时，不要阻止我，很想大家。职业先生你好，稍等来，今天伊拉夏柳树先生伊拉夏1个小时情感杂谈吗？可以啊，要杂谈情感的部分，我们可以分为什么样的情感形式的经营最健康？不是，可是在那之前，先让我打完招呼。没有啦，我今天只知道雷肖伟啦，我只跟大家讲干话哦。我需要舒压一下，谢谢。对，身体强度非常之强的上个礼拜，需要跟大家舒压一下。星辰你好，外东西你好，妙克牛奶先生你哥奶呀，身体好多了吗？基本上就是疲劳爆发啦，对，感冒已经复原了，疲劳爆发，对，人生伤谈吗？需要怎么样的一个人生伤谈？是比较成人系的吗？所谓的成人就是说，可能那个每个月底可能那个钱都不够，然后又要缴贷款，然后缴车贷、房贷好成人这样子。等一下，薄荷厉害，为什么一天跑2次有东西？一天跑2次吗？我有一天跑2次吗？我一天跑2次什么？一天跑2次什么？对啊，我是说上一周跑2次台北，这是所谓的被床绑架。对，我今天一直被床绑着，他很爱我，他不让我下床，真是小坏蛋。
无言厉害，就我刚才对，就是忙碌的8月的忙碌强度要把我被我自己炸成肉干了，被棉被压在床上哦，可以舒服。只是甲跟什么甲巢分离只能什么擦药跟，哇，我感觉好痛哦。你可以问看看 AI 柳树先生，祝早日康复吼。然后有涛啊，有看到你。然后好，接下来这个应该都有追到留言。然后夜夜厉害，然后声音怎么有点感冒的感觉嘛？就是我他都要困气了，我刚睡醒啊，对，声音还没开，说我要大聊特聊之后再唱歌。水灵宝贝厉害，回到比格厉害。哎呦，飞雪历史好像盗账号有啦，飞雪，如果要有困哦，不是香蕉的蕉啊，这个交流。我们在宣传的部分，请大家往健康的方式去想象，毕竟这真的是很健康、很正常的学术交流啦。谢谢水灵宝贝购票，请往这没有错。当下应该破坏全部的吗？怎么会让他们吃光吗？怎么可以？对，我们当下邀请过来的来宾都是朱蒂卡好姐妹的这个部分，好姐妹不可以强迫她。对，我即使可能身体里面住了一个男性，我也是个暖男，不应该当直男，知道吗？对，直男都以为什么你不要吗？那就是要，不可以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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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们尊重我们亲爱的姐妹，但是他们吃瓜的很开心，所以谢谢福利熊的嗓子，而且我真的没想到，我还没想到欧达公主会这么默默自己去切一小块啊，就说姐姐要我试看看好了，我就哈，我试一块啊，你认真，这一块你认真，对，然后切过去哦，拍个照，周姐我要吃咯。然后边骂边吃完那一块，欧达超可爱的啦，欧达真的好可爱哦。然后泡泡很可爱哦，泡泡他旁边就是帮忙出主意，很坏这样子，然后自己打死都不吃。香蕉小孩会吃吗？哦，香蕉会吃小孩吗？香蕉怎么会吃小孩？香蕉有这么邪恶吗？他们吃完彻底要让他们一起生，对，一定是的啊，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是不是爱漂亮的女生？我们都物以类聚，我们都很美。对，我们的饮食控管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对，所以欧达公主呢，当下愿意就是品尝一块，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因此让我决定了 ，OK， 谢谢你们愿意捧场朱蒂卡的这个迫害蛋糕，不如待会我们来深蹲吧。而且我们的深蹲其实没讲好。是我自己心里默默心里想说，好想带大家深蹲哦！谢谢大家，就是捧场朱蒂卡的这个迷幻蛋糕，对，就放在心里面，对，结果没想到就真的被 Q 到了，就蹲一下。你们看到我被老大 Q 到的当下，1秒马上蹲，我就在等他 Q 很久了，对，我在等他 Q 这个很久，你知道吗？我就心里想说，快点 Q 我深蹲，快点 Q 我深蹲，对，老大一 Q 到马上蹲。一定要的啊！我继续追聊天室，等我一下。就错过唱歌啊？不是，地先生，对，不用担心。朱蒂卡因为疲劳爆发，就是对早上也不是早上啦，其实我忙到快12点，所以我才不过睡了大概40-50分钟而已吧。对，然后我在标题已经先打好了，我要先杂谈1小时，谢谢。好，请让我先杂谈，我很想你们。第二走，伊拉塞 ，Frag 别乱立，现在感冒追好，谢谢雪梨宝贝。对，就是好了，随便了，你们那个就是病毒什么的，就是这2个礼拜先不要来找我，这2个不要来找我，揍你们，我把你揍出去哦！我昨天肌肉量又变得比较蓬勃了哦。好了，雪梨宝贝，猪猪姐姐调皮，猪猪姐姐就是好坏，然后猪猪姐姐皮哈。纯姐姐你好，纯姐姐今天变钢铁人，好美。然后苏丫。Saber 爸爸，我肚子好饿，我中午还没吃啊！不要持续炸开哦，刘老师看社长吗？没关系，你们先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要有呼吸才有办法继续看啊！先让自己好好呼吸着哦，各位。舒压，对，好，肚子好饿，赶鸭子上架，感冒好是好事，疲劳就注意休息。谢谢牛奶先生，谢谢，我会，我即使知道我今天很累，但是我早上还是会，老面线都知道啦，就是早上都吃非常非常像中餐，但是我是早餐吃的很好的那种，所以我早上就快点去吃面线。对，真的是吃面线，就知道自己身体在累了，所以更要补充就是健康的东西。我吃鲈鱼面线哦，有没有健康？然后配一盘那个什么，配一盘空心菜，配一盘空心菜，还有半颗肉包，你看
我常把早餐吃成中餐的形状，然后就觉得吃饱了，我要回来睡觉。然后睡觉以前先整理聊天室，还有整理待机室，然后把工作讯息回一回，然后正式躺下去，已经12点了，根本就没时间睡觉。对，但是还是有睡了，还是有梦到什么梦，然后起来之后就忘了，算了，不重要。我现在在这边跟你们聊天比较重要。是长官，什么苏肥猪，肚子好饿哦，长官。我追不到聊天室。DW 先生，好，上班听台。然后小天坏掉了。也谢谢小天已经决定好我们这个月棺材板的料了，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里面一定有芋头，好不好？小天我跟你讲，对我们这个芋头呢，原则上为了要惩戒，就是可能诺诺啊，或者是那个姓柴的姓柴是什么？但是这个彩彩在8月份自己入遗世主了，他自己就可以自己担当自己要的和平版，你知道吗？但是不要紧，对，基本上还是就我所知已经有其他总裁送暖了，对，所以不用担心，好不好？对，这不是直男吗？我虽然说我觉得我灵魂里面住了一个男人，所以我才有办法跟你们称兄道弟，但我觉得我直的时候很直，暖的时候很暖啊。好，算了，我先追聊天室啊。上次那个好吃，看到看起来表情很欣慰。对，我觉得我们公主就是如此，对，嘴巴一直念哦，那什么鬼东西啊？不是，猪猪姐姐，这到底怎么吃？对，但是她吃完了，好可爱哦。还有对小丽后啊，翠丽姐姐，香蕉哥哥很亲切的，香蕉哥哥他亲切到就是吃，好没事。香蕉会涂抹上，等一下啦。香蕉哥哥青春秘诀，我知道，吃了小朋友的微笑，对，大家都知道哦，对。然后马克先生，谢谢你们。对，我其实在麋鹿老大的 KTV 那一天，我都有时不时看到我们家面生的出没。虽然说聊天室刷很快，可是有几位就是都有看到啦，谢谢你们，当天有趣的，我都其实很想跟你们聊天，但是就是挂在心里面。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还在节目进行中。没有办法一个一个 Q 出来，可是有出现的我真的都很开心。这样，后来我们小孩都一样是生在也是有可能，对，没有错，您说的是他哇。毕竟工作一定会分析嘛。好，关掉不是，我懂，我也是单核心猪猪，只能拿甜点。他控制不了，吃完只会念，对，好可爱，他念的时候超可爱。然后他就念，他吃一口就念一句之后，我就说没关系，公主你先放着，猪猪姐姐帮你吃掉。然后我讲完这句话，下一口爬得更大口。我说不是，公主你不是说很奇怪啊？你继续吃。不是啊，猪猪姐姐，我再确认一下，这到底什么味道？然后确认完之后就完全没了。我说 so。您现在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打算帮你吃掉，但是你已经全部吃完了。但猪猪姐姐，这东西这个可以吃吗？我说你已经吃完了，可以吃吗？你已经吃完了。超可爱的，好可爱！等下我追一下聊天室，然后完蛋了，我追不到聊天室。哎呦啊！香港哥哥老板很多人，就是只有他哦，对，是的，8月1号先生。那香港哥哥20年都让他做完，对他真的很厉害，而且我真的很喜欢香蕉哥哥啊，真太厉害啊！什么高铁人吗？啊，春姐姐就是啊，你去问牛吗？然后被超打到迪卡带的朋友都在网上，主播会不敢来吗？我是不知道啊，但是如果真的有健身需求的话，欢迎来找我。对，谢谢。因为考虑葡萄干嘛？不行，这种东西就是对不能吃。对，还好你知道当天吵很夸张，你知道吗？因为当天就是设备的一些 setting 是由草草负责，而且这次的蛋糕其实我们也是一定要邀请草草，因为毕竟我们之前在 DLB 录音的时候，草草真的是我们录音担当、配唱担当很辛苦。对，就他真的是超捧场他那个香菜骂得要死，因为他很讨厌香菜，但他还是骂得要死哦，还是把1/5吃掉了。然后骂完之后啊，就说这颗三色豆感觉不错对，只是他又开始念那个，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那个葡萄干怎么了？对，他同理我的葡萄干，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呢，念完之后，我就去换动补服，对，因为时间到了，对，出来之后他已经把半颗吃完了。我说你在那念半天，然后你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也很奇怪，然后之后你就吃了半颗。他说不是啊，迪卡，他那个火腿的很好吃，玉米很好吃啊，我只要避开葡萄干的部分，其他都可以吃啊。我说
哦，你这是我知音哎，原来你念只是念葡萄干是不是？对我说不是啦，你已经吃半颗了，你等一下你不要再吃了，但其他还有人要吃的，等一下你给我回来，不要再吃了。很好笑哦，超好笑的，就是这2颗蛋糕，我真的因为当下其实被赞助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我可以慰劳，可以相爱相杀我们的团队了，我可以感受到你们的感受了。对，只是我一直在思考说，猪猪是高雄猪，其他人大部分都是在其他国度，我要怎么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对，所以其实还好，这次秘鲁老大的活动，我就快点有先跟大家知会说，有这2颗迷幻蛋糕，大家不嫌弃的话，要不要一起来吃？对。对，就没想到大家都有捧场，谢谢，所以好开心，这次让猪猪体验了，就是哦，原来这个就是用猪猪的迷幻蛋糕或者是迷幻料理跟朋友相爱相杀的感觉吗？谢谢，我感受到了，好快乐，还可以一起深蹲欸，就是吃完还可以一起深蹲，对，然后我追不到聊天室了，我看一下。我看该去过劳了吧？好，没事。好，这个礼拜呢，大家努力再过劳一下，再撑一下，我们要放假了，好不好？嘿，过劳的，然后可能身体快撑不住了，都加油，闪到腰的，大家都辛苦了，好不好？然后呢，就只是看阿朱吗？叫猪猪阿姨吗？叫姐姐，叫姐姐，知道吗？子奈人夫叫姐姐，这边有姐姐，这早上超赞的吗？一定要的啊，是不是？什么破心菜，小天坏掉了吗？主要是吃自己粉丝吧？哎呦，吃这么久了都不知道。然后鱼皮汤肉燥饭超赞，那个台南市的牛肉汤也要，坏东西。然后那个好注意安全 ，OK。那早上好这样的，一定要晚餐精简到对，晚餐猪猪现在都吃得很精简，对，因为饮控真的已经习惯了。他有2份哦，真的辛苦彩彩了。应该是说对，目前是小喵喵有帮他加码，但是呢，这个月彩彩生日，不晓得会不会又是被其他大佬送暖，这个朱蒂卡就不知道了。对，因为以往就是大家好像都很喜欢，就在他生日月送一些奇怪的东西。对，一直像那个本台标配啊，小天真的太会加了，好不好？我们小天的料已经整理好了。小天，我可以截你整理的料丢在那个我们的香格吗？如果 OK 的话，我再截丢给大家批判之类。然后主播我喜欢你吗？这跟演武先生这跟太太我谁碰？但为什么碰掉落？等一下，为什么不存在我频道的东西掉落了？对，而且这个碰掉落应该通知一下。这样 ，Google 小姐你是怎样？你跟我一样疲劳爆发是不是？都不通知的嘛？不可以这样。等一下啦。抖内通知应该要出来啊，然后抖内通知也在睡觉真的耶，抖内通知我把他叫出来一下哦，就 delete 有抖内通知，快点，你不可以跟我一样躺在床上，我都已经起来了，你也快起来，谢谢张丽的，什么？你才让你全家都张丽的，你真是坏，太坏了，不可以这样乱叫，知道吗？主播不喜欢就不要这样子，不可以当臭直男，知道吗？然后每个。少女心中住的大叔，我觉得我绝对是。然后又看到别人手机，就发现我喜欢你。等一下，可以不要盗别人账号吗？等一下，然后对，公主越吃越爽，公主反应真的很可爱。然后她吃完之后，我就说姐姐看你吃成这样子，你再来一块好了。然后她大叫：“我不要，好可爱！”对啊，可爱公主真的很可爱，公主真的这一次大家好疯哦。对，这次就怕被玩的就不知所措的样子，好快乐。就我自己补导，我都觉得我们到底在干嘛？这3个疯子，然后怕一个人这边缩在角落的样子，好可爱。不要啦，牛奶先生，我快追到了啊！春姐姐，牛妈是很爱你啊，她常常拿你照片玩这个玩那个啊，对不对？对，猪猪主日跟猪猪的，对不什么砰的什么怪，找怪太坏了。然后被喂食都一个样吗？就很可爱，反应很可爱啊！还太伤你的葡萄干吗？现在你居然没跟他那没关系，对我真不缺葡萄干，对，武谦老师没到差评吗？武谦老师其实住比较远，对所以就是因为最近他其实也比较 emo 一点所以我们也就觉得没关系，就不勉强。对，总之大家好好照顾自己。对，那朱蒂卡这边虽然说武谦老师没办法到，但是另外把其他 B 鹏鹏抓来迫害了。对，所以就算是补足了一些可能武谦老师没有到的遗憾，但没想到就是我们的 B 鹏鹏们非常的捧场，对，就让我觉得他们的反应真的好棒。有事消息把葡萄干，我也是会把葡萄干一定要的，牛奶先生，我会到
倒牛奶配沙琪玛超好吃，可是那个葡萄干就直接丢掉，它不需要进入我的嘴里，知道吗？真的。然后酒吧加满是不是？然后中秋还有1个半月。可是我觉得的确，其实到了9月会突然觉得说，哇，快过年了，然后什么姐，这是猪猪姐姐台臭男生们不要乱讲话。然后喜欢吃葡萄，喜欢喝葡萄果汁，我也是完全。所以牛奶先生应该了解猪猪的感觉，就是葡萄这个东西单吃我很喜欢，我超爱吃台湾的巨峰，台湾巨峰我真的觉得是全世界好吃，因为其他国家种不出那个味道。对，或者喝葡萄汁可以，可是葡萄干我觉得那是不同次元的东西。对，有时候迫害版的吗？小天咱哥来讨论起来，小天可以哦，可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我不当抖那个水鱼宝贝是什么5种臭味混在一起？好意思说，臭姜丽的，猪猪我喜欢你。不是，这怎么回事？又有私讯。好，对，好，谢谢我们总裁天。对，但是猪猪我喜欢你，这个很像被盗账号，3个社恐。就是不是长官，我真的对我只是在等秘鲁老大 Q 我深蹲，他 Q 我的那个当下，我好开心，马上蹲，然后大家就跟着蹲，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就变成重训课，好快乐哦，真的太快乐了。想穿正常的衣服吗？春姐姐，我发现你的穿搭跟猪猪很像超像的，春姐姐。对，小彪彪还没唱，我跟你讲，我今天有在封面上面的标题上面打说，请让我先砸1个小时。对，我一定要先砸，因为我太想念大家了。对，没破坏我下差评，老大算了，惹不起吗？不行啦，我们怕对。猪猪好姐妹，对不对？我们是朝9晚5好姐妹。对，怕当下表示想吃瓜，对，这个猪猪就是尊重，对，尊重2个字是这么写的。对，我们要保持尊包友吗？还是尊友包？忘了怎么讲，还没查。我们保持尊包友，尊友包。对，怕在旁边出主意，对，在旁边吃瓜。沙琪玛没有葡萄干就没有零，不行我还是没办法。我每次去买沙琪玛，如果我真的很想吃的话啦，我都会买那种有南瓜子的，因为南瓜子就很棒。对，坚果类的 OK， 我觉得沙琪玛如果上面是坚果超加分，花生也好超加分。其实葡萄干我就是完全不会去选购，因为对我而言就是浪费啊，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吃，我就会觉得我浪费食物，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吃。虾米8月号先生你坏掉了吗？过了1个生日就坏掉了这样子。对，不知道为啥葡萄干就是有一种不知道是味道还是口感，它就是一个奇怪的葡味。对，它就是一个奇怪的葡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吃葡萄干、葡萄软糖、葡萄汁的糖果，那个就觉得很好吃。可是葡萄干，我就觉得它是不应该出现在世界上的食物啊。然后 FF 不会参加，你是说好先砸弹？对，猪猪计划通，对，淘宝。上次转盘是我拉的吗？是我拉的，是不是？哪有？哎呦，我只记得啪那时候是打电话来，是不是？我是觉得就拉一下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好玩哦，就觉得超好玩的。就是沙威龙加葡萄沙威龙，等一下，沙威不是他哇！你如果真的那么需要消毒的话，不是他哇！你这样子不会是因为马来西亚血统吃沙威龙没问题吗？可以帮你吃吗？没关系啦，对，大家不用那么勉强哦。看稍微穿的比较好看吗？春姐姐太会讲话了，春姐姐，沙琪玛都买没有葡萄干，对，全原味或者是上面有一些南瓜子的那个，超级好吃的完蛋，我让肚子饿了。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聊到一个康张，然后，我真的唱歌这种事情，真的可能还是晚上才会真的完全嗓子都开，但是猪猪都开中下午台习惯了，所以等一下，反正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我有唱到这个金咪指定曲，我就会尽量站着唱。对，站着唱，其实你肌肉去运用那个声音，真的是可以呈现比较多元的一个表现。对，只是现在好想睡觉，我尽量，然后肚子又好饿，完蛋。沙威龙
加葡萄干口味更滑顺。但是因为我不是大佬吧？我又参不透你各位大佬吗？是因为我没有吃过所谓的好，我没有吃过海底捞，所以我不懂大佬心。对，那大佬常常跟我说他加入猪猪高阶会员，可能不好意思，可能就有点困扰，吃不起西提，只能去吃茹丝葵。对，那所以因为我没有吃过茹丝葵，所以我不太懂，就是你们大佬。你们大佬是沙威龙加葡萄干是因为成为大佬，才有办法去理解那些口感吗？理解大佬，成为大佬，超越大佬，好想成为大佬，这样我就可以吃茹丝葵了。葡萄干就是有种完全破坏葡萄。对啦，对，所以我知道有人爱吃葡萄干，可是我就觉得葡萄本身它是很完美的食物，它可以替女孩子补血，它很棒。但是生而为干的它不行，生而为干的它，我真的觉得我必须跟它渐行渐远。我跟它完全已经不是同一个频率的世界了。明明它之前还是葡萄的形状的，它很乖的，但是某一天它变成干的那个当下，我不晓得它怎么了。他不是之前的那个他了，我觉得很遗憾。我试着跟他沟通，好好的葡萄不好吗？ Juicy 的你不好吗？但是成而为干的他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我又能说什么呢？当下我希望他可以稍微想想他之前生而为葡萄的那个样态多么的单纯，多么的美好，可是那不是他想要的样子。我觉得那不如就不需要在一起了。不是，怎么我们今天的感情杂谈原来是朱蒂卡跟葡萄干的那一段感情是吗？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我觉得我明明要追到了，但我为什么开始又在讲干话了？又是一个塑料姐妹嘛？哪是塑料，跟爸爸好的嘞。对，朝九晚五的好姐妹。所以这次我们3D 的这个 KTV 深蹲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弄到她，就是对完完全全在那个我们的包厢生活不能自理的样子，真的好快乐，你知道吗？就知道爸爸他一定会很不知所措，他的样子真的好可爱，超可爱。对，然后看一下小灰马里面有葡萄干，就是什么超级邪恶。对，但是到底明明蛋糕什么比蛋糕危险吗？有啊，我觉得我每次的料理都很危险的。哎呦，每次料理都很危险啦，对不对？然后站着唱回家特别有感觉嘛。那些跨度高的歌曲一定要站着唱，因为你那个肌肉会帮助你把声音跟爆发力呈现出来。对，所以就是我在选歌单的时候，其实我有刻意把三首指定曲放进去，因为是站着跟大家在 KTV 打打闹闹的唱，然后又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所以感觉可能会有一些自己会思考一下，会有一些不同的唱法。对，所以才故意把那3首放进去，只是就很刚好的回家，在那一天大家就没有 Q 到，最后才 Q 到，就刚刚好就看大家可以回家了。对，所以那天真的好好玩哦。水灵宝贝的并没有 JPG。 对，如果把葡萄干打成粉，然后沾，然后拿葡萄沾着吃。可是葡萄干我觉得它本身已经无法打成粉，因为它本身里面还是有掺杂一些水分，顶多变成泥状。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打过。对，我真的打过。对，好可怕啊！就跟人的爱如果干了，春姐姐没有错，没有错。春姐姐你应该也经历了一些东西，最后遇到牛妈才稳定下来，对吧？勉强不来了，选择尊重，放过自我吧。不，放过彼此。我在讲什么？放过彼此，一切都是商业化。发三先生你好。算了，葡萄干与朱蒂卡，我们那一段过去，我觉得就放过彼此吧。当初好像有一首联动的歌曲，也是一直对，那首是那个风色幻想。萨萨克哟，我现在唱得上去啦。对，因为那个时候刚学吧，所以我不晓得共鸣点在哪里，但现在我坐着就上得去了。
而且很像那个时候那一阵子也是过度疲劳吧，所以声音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去诠释这首歌。但是现在抓到 key 会发现，因为你唱了一首更难唱的歌，就是回家，回家又吊打那首歌了，回家又吊打，对，甚至还变深蹲，对，你看深蹲你会激发你的肌肉肌耐力，没有错，对，那个叫做。对，你可以把它当成葡萄干泥，对的，没有错，牛奶先生啊，石秀里你好，你马来啊，葡萄干就是绝配吧？小天，我觉得世界上这么多的食物，我都愿意配得上它，但是今天我郑重的宣布，葡萄干配不上我，知道没有？葡萄干配不上我，走开！葡萄干这样人家赞同哦，可以的话，如果有选择权。对，我不会选择葡萄干，但是葡萄干打成泥包成葡萄饼呢？啊，讲到这个 GW 先生，讲到葡萄干啦，如果真的要跟甜点一起享用的话，我吃过最好吃的就是兰姆葡萄饼干跟兰姆葡萄冰淇淋。之前有一次到银座，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是到处逛逛。因为想看一下银座这边的建筑，因为我觉得银座的建筑真的挺好看的。虽然讲到银座，大家应该都会想到可能酒家啊、妈妈桑那部分，对。但是说真的，它有些建筑是真的很美。然后我就自己随性逛逛，然后逛到了一间西班牙料理，然后就觉得说很像可以试看看，我就没想太多就走下去，然后就自己点了，就是不知道我那时候点什么，我就完全没印象。我真的完全没印象我点了什么，赶快去看照片，因为已经9年前还10年前了吧，还是甚至11年前了吗？好，不管anyway， 但是他最后出的那个莱姆葡萄冰淇淋，我当下看了其实有点心里想说花了发，前面这么完美，为什么你后面给我来一个这个？但是又觉得好，我都来银座了，就吃看看吧。然后我吃下去第一口，我就故意不先吃葡萄干，因为我担心葡萄干吃下去，我大概整碗冰淇淋都没办法了。然后吃了一口，就是莱姆葡萄的冰，我就觉得好吃，果然好吃。但是看着葡萄干，心情很复杂。但我觉得不行，我不能否定掉我在台湾对葡萄干的情感。我都来到日本了，不然就试看看吧。然后第二口我就很有勇气的配着一颗葡萄干吃。然后吃下去那一瞬间，我眼睛整个哇，五感全开。我当下的感动我不会忘记，所以他那个感动碾压过我前面到底吃了些什么鬼，我真的忘记，我真的忘了我前面吃了什么。因为那个莱姆葡萄冰淇淋太好吃了，就是它有浸泡莱姆酒啦，对。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哇，我真的对葡萄干改观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来日本才有办法改观？对啊，我如果今天在台湾的话，搞不好我还是不愿意尝试这个莱姆葡萄冰淇淋，因为其实说真的，台湾做很多食物已经很顶了。对啊，所以有时候都会那时候就开始反省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来日本我才愿意吃这些东西？对，因为或许我在台湾有很多可以让我翻转葡萄干的一些概念的一些食物，只是我不愿意去尝试。可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到了异乡你才愿意去尝试原本你讨厌的东西。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有在深思。我当下大概10年前就已经在思考，那台湾人好像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通病，就是说我在台湾待久了会觉得很稀松平常，甚至觉得那些东西没什么，这些文化算是文化吗？对，所以那口莱姆葡萄冰淇淋有点翻转我对于就是有点在反省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之后开始尝试漫画创作，我会特别的去思考我从小到大拥有的东西，然后可能台湾人觉得不起眼的迪卡或者是不起眼的嘎基迪亚那些东西，其实对于国外的人而言，他们会去买，他们会去抢购。对，所以从10年前大概就已经布好这个局了，一直到现在我成了为 VTuber， 变成了一个非常台的朱迪卡。自己也经历过那些把不喜欢台湾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对我也看不上眼，我只想讲日语，我只想讲华语的那个时代的自己。
有经历过啊，对，但是因为那口葡萄干开始反省，对，就这一块我之前比较少跟大家聊到，我忘记跟大家分享了，真的是只是单纯是忘记，就单纯忘记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好快哦，你看10年过去了，10年前根本也不晓得自己有办法用这个台湾文化成为 VTuber 这样子，对啊，真的是一口莱姆葡萄可以就跟大家深聊这么多，对啊，所以之后啊，我回来台湾啦，有时候就是真的大家聚会、朋友聚会，真的不得不有出现那种莱姆葡萄的东西，我就会去吃。然后我吃下去，我发现其实没有比日本差，只是我们当下的心态而已。对，所以之后会发现说，有莱姆葡萄这种东西出现了，更不想吃葡萄干了，更讨厌葡萄干了，你知道吗？对，你要来找我之前，葡萄干麻烦你先敬个酒，先晋升一下，谢谢。之后有机会会有什么一个葡萄干酒杂吗？我觉得我可以开那个视讯镜头，然后真的莱姆酒什么的，就说不知道去哪里买，但是应该什么全联都买得到吧？可以耶，我觉得可以啊，就静在那边。可以耶，谢谢他哇，这个点子不错。可是就是不喝酒的，对，我这个也要立一个旗，让大家一起拔比较好玩。对，这个要酒的这种东西一定要立旗，一定要让大家拔。也能自己买莱姆葡萄自己泡，是的，水灵宝贝，对，所以但是猪猪本身就不喝酒啦，你要我出去外面点冰淇淋，我也不会首选莱姆葡萄，不会啊，有没有欺负你吗？怎么回事？是葡萄干加棺材板吗？Gas 版会不会出现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为各位试吃和平版的再寄出去，谢谢。Gas 版就是随便加一加那寄出去，我不需要试吃。对，以为品了葡萄干就是8月不是，对不起，我们这边好多8月号先生，你楼上的83先生，不好意思，83先生没有错，因为品了葡萄干，结果我品了个人生呢，真的是如此哦，83先生。喝葡萄酒啊，我觉得我喝葡萄酒也会醉啊，不太喜欢酒味的产品吗？猪猪了解，因为我本身对酒味，我本身也不太会喝酒啦，我只能喝水果酒伟成你好，然后马克先生，然后 YT 没有通知你吗？阿嘞，你来呀阿嘞，你来呀吼，我听到我要开始唱歌啦，阿嘞，看到阿罗先生都要玩一下，阿嘞。用生命之水泡葡萄干应该能洗掉如果洗得掉的话，可是我觉得洗不掉哦，我觉得葡萄干的葡味很难洗掉。家先生只会欺负你，我都被欺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春姐好奇就都吃什么口味冰淇淋哦？我其实对冰淇淋接受度蛮高的，所以很难选耶。因为我虽然说很爱芋头，但是因为很多的冰淇淋都很好吃，像是那种意式冰淇淋，有点 QQ 的那种口感，我现在在分泌口水了，完蛋了。它有些用水果直接下去炸的那种好好吃，因为台湾的水果真的很棒啊，不管是芒果、芭乐，甚至还有莲雾口味的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我冰淇淋其实都很喜欢芋头更不用讲。可是台湾的昂岛荤桂嘛，这个就好吃还有甚至现在还有珍珠奶茶口味，还有什么奶盖口味，太多了对不起，我的口水在分泌，我肚子好饿。所以马克先生，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只要是不管是比较咖啡的奶茶味的，我也很喜欢，或者比较清爽的水果莓果类的，我也很喜欢，我都会选择性障碍，但是我绝对不会去选莱姆葡萄，即使我知道这一间店是专门在做意式冰淇淋，莱姆葡萄一定也好吃，但是我就是不会去选莱姆葡萄。对，冰淇淋首选榴莲，哇，跟波巧我有时候我会选，但是机会不多，但榴莲的部分好吃的是真的好吃啊。对，阿雷嘿，刚啥
你来给我怕酒喝吼，阿嘞。然后酒过敏的你，喝手摇饮很赞，还比啊，没有错，的确是。所以就喝珍珠奶茶，哦，好快乐哦。朗姆酒那是什么东西？坏东西。手摇很好喝啊，手摇不能常喝。葡萄干的普味有啦，就普味啊，马克先生。对，哈密瓜的哈味就很好吃，哈密瓜哈味超好吃的。对，像有时候有哈密瓜口味，我也会选哈密瓜口味。对，它在外面是只小喵吗？只是对你硬起来是不是啊？很棒，很棒，陈姐啊，真是快乐。好啦，时间来到了1点52分。我真是1点开台对吧？你看，跟大家讲好的，先砸个1个小时，对，先砸个1个小时。真的很想吃台湾茶口味。我跟你说，台湾茶口味冰淇淋也是我就是如果有去选择的话，我很容易就去选择，因为台湾茶类的产品真的是太好吃、太好喝了。对，所以口味的冰淇淋，我觉得我很容易选到茶叶类的，铁观音乌龙、红茶那些我都很常去选，但珍珠奶茶口味我也很常选。肚子好饿哦。这种话你们私下好的，谢谢春姐。好的，要分享多硬是吗？不是春姐，对不起。阿姨拉塞，猪猪啊，今天有一些疲劳爆发了，对，我的身体快追不上我的意志力了，可是很快乐。超级快乐，太忙了。对，不过我肚子像是爆炸饿的状况啊，但没事，我们还是唱歌。对，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大概1点左右来唱歌哈。我喝个水。好，恭喜佐佐味道，佐味什么东西？佐味道什么东西啊？对，我追到聊天室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安详的整理一下。我要来站着唱，然后我整理一下面部的部分，你们等我一下啊，对不起。而且我这2天不晓得为什么特别想吃铁板烧之类的。高雄有没有推荐的铁板烧啊？铁板烧，高雄不知道有没有推荐什么铁板烧？很久没有吃铁板烧，但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就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铁板烧？我看一下，肚子好饿哦。好，猪猪晚点再来查一下。肚子好饿哦。说猪猪晚点查一下，然后继续再画铁板烧。我看一下哦。好哦。店总烤乳猪也很好吃，我肚子现在很饿。对。腹減りましたよ，腹減った，お腹空いちゃったよ，马克先生。我们大概1点左右来唱歌，对，没有错，一定还要再就是把握时间继续聊天。对，数字没变，对，对不起，是2点，我们我肚子饿了，等一下肚子饿看错的，对不起。然后这臭男生在我们对，春姐姐，我们也不要让臭男生知道我们都在哪里下午茶，对不对？对，水梨宝贝啊，最近好想吃铁板烧哦。没关系，等下猪猪可能就看一下，然后但是可能还是去楼下吃面了，因为铁板烧感觉还要预约，然后什么有点美的，对，没关系。烤乳猪也想吃啊，店总。好了，我真的等一下，他还在对什么？在对什么？我肚子好饿。好了，我要站起来。我跟你讲，我站起来了，你给我小心一点哦！我站起来，拳头要过去哦。
我移动一下我的椅子。你给我乖一点哦，朱莉卡站起来了哦。哎呀，然后等等，把我的面部放这里。啊，你乖一点哦，我真的站起来了哦。哎呀！啊，我家牛排也好久没吃了，我家牛排啊，呵，完蛋了！我现在这个麦克风啊，哇，我差点忘了。哦，可以，哎，可以耶，可以了，好险！因为我这个麦克风真的太胖太重了，所以我发现我的这个悬背啊，我必须还是要把它锁紧，不然它根本就支撑不住。有了 ，OK， 再上去一点，亲爱的再上去一点，对，这样子，对 ，OK， 好，你乖，不要动，就先这样子。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我说的是麦克风，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哦。OK， 好像面部抓猪猪的脸应该 OK 啦。好睡觉，好了，我起来做一些伸展。现在不是3D 哦，不晓得不能让你们看到我怎么伸展，不然我现在就是马上那个蹲马步啊，伸展的那些动作，我想做给你们看哦。哎呦，我等会起来，我的 B 支桥还没有打开，完全忘记打开。社长劳命你投降吗？不需要投降，马克先生，你是个好孩子。唱歌很耗热量啊，越唱越饿，一定会的，水灵宝贝。那猪猪站起来，然后刚刚我引起了地名是吗？GW 先生，那猪站起来打人，小英在道歉。我下次不会再手下留情，我只要把那个阿瓜先生委托的那张图开出来，我就不会再心软了。那揍你妈！准备好的，不是水灵宝贝，看到猪猪姐姐要抱抱，知道啊？水灵宝贝一定是抱抱的，大大的拥抱。那看起来要中毒了，是不是？像那种中部那种白字文本这样吗？然后把 B 支桥开起来哦。有这个面部真的很方便哦，可以站着唱歌。其实可以的话，我更希望自己可以拿麦克风啦，自由的，就是要不然就是一直卡在前方，麦克风在前方。等一下，校准，好，我们再校准一次吧，校准一次 ，OK， 好，这样应该就 OK 了。好，而且眼泪记得你的歌词好难背哦，不过上次唱错2段，反而就加深了一些印象。好，兄弟们，我们来练歌吧。我们就先练眼泪记得你。不过我先稍微先暖一下嗓哦。这不是麦克风坏掉，这不是麦克风坏掉。期待猪猪踩健康步道，深蹲唱歌吧。之后有家用3D 的话，可以再看看。好痒啊！
姐14个月的遗世主总裁，小妮妮你怎么呢？你怎么一直哭哭？小妮妮你怎么呢？谁欺负你？姐姐帮你去揍他。推荐踩着唱歌是吗？感觉很痛欸。虽然说我现在在外面晾衣服的那个拖鞋就是按摩拖鞋，你们知道吗？我本身在晾衣服的时候就是一种修行，因为我的晾衣服拖鞋就是健康步道拖鞋，我已经穿习惯了，非常舒服。接口水，水灵宝贝越发混沌的，我好喜欢哦！哎呀，水灵宝贝继续保持这样，姐姐喜欢，姐姐好喜欢哦。好啦，来，因为我在想啊，下个礼拜其中可能有一天开个可能晚上的快闪，晚上的快闪歌会之类的，就也没有特别要干嘛，就是一个突发快闪，只是想看一下晚上的部分我有没有把它呈现的比较好。对，但是因为晚上时间猪猪时间很死哦，所以可能就是半小时1小时也好，我们就很突然的开了，很突然的唱了，然后完全不跟你们聊天，反正就故意就先唱，一定要先唱就对了。唱完就嘿抓到我了哈，嘿想不到吗？嘿突发哦什么之类的这样，哪来的机车发不动？西滴滴滴滴滴滴滴西滴滴滴滴滴滴滴，我机车个够了啊啦！让我想到之前的 shorts。九头切长都可以说是练小号的器材，真的假的？啊嘞，刚是安呢，刚安呢，啊嘞，多谢你的耳朵。谁家骑车房衣服跟霍格华兹一样到处飞了，小弟弟，小弟弟，今仔日看到你嘛，真的是足欢喜耶，小弟弟啊，就是今嘛巴都正腰，这腰现在步道会比较硬，拖鞋是软的啊。哦，拖鞋哦，你是说拖鞋的底层是软的吗？因为它那个健康步道是硬的，就是说它上面的那个是塑胶，是塑胶。但是你要说拖鞋是软的吗？的确，拖鞋底层是软的，然后那个健康步道，就是我的那个健康步道拖鞋的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是硬的，硬的，它不是软胶，它就是硬的塑胶。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对，但是我真正的健康步道真的是超痛。超痛，然后啊，胃酸鼓掌厉害，这是葡萄干主播吗？啊，不是，这位胃酸鼓掌。对，你已经讲到葡萄干，我可能又要胃食道逆流了。对，既然你这么会引起主播的胃食道逆流，真不愧是胃酸鼓掌。没有啊，为什么？等一下，你喜欢做怎样？我不爱吃葡萄干，你一定是我们家某个面线的小号是吗？但是被葡萄干蛋糕吸引过来的话，是哦，就水灵宝贝，这个太混沌了。水灵宝贝，保持你的中立。水灵宝贝，有石头健康步道有踩过，很痛，那个真的痛。对，有一阵子没踩了，下次我来踩一下啦。我再去重温一下那种感觉。对，然后如果真的很痛的话，要我唱这些东西，就是对，丢个奇力下去就对了，丢个奇力下去就对了，这样，什么啦？店总，你怪怪的，店总。我看样子你们是很期待我黑色流星，我们的流星的这个袖子，我们水灵已经高清剪好了哈，5码，全程5码，知道没有？都去给我好好的享用，知道没有？中秋走一款允诺吗？给猪看，好啊，小妈妈你在私讯猪猪啊，好啦，真的2点了啦。我刚刚肚子饿又恍神了，我来唱歌。他娃你振作，他娃怪怪的。对不起，我觉得我是不是对上个礼拜忙着自己的活动，然后没有好好的跟你们聊天，你们又坏掉了这样子。
啊啊！果然是海苔桑啦！胃酸鼓掌，海苔桑啦！我想讲你哪有胃酸鼓掌，还有葡萄干，加煮老菜包啊！哦，肚子好饿哦！就好吃的呢，这波爸爸。无码的哦，发小到路人还弄的标语没有错，水灵宝贝我好喜欢哦！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使命必达哎，对啊，谢谢各位乡亲喜多，感谢各位乡亲喜多，那个机啊帮我背起来哦。我们那个流星展的旗真的是对，谢谢大家乡亲哦共同的协助，拔起来之后。不晓得为什么必须在里面待3小时，但是我们说真的，我们3姐妹待的真的很开心，谢谢你各位的爱，好不好？谢谢你各位的爱。然后完成了我们这个流星展的那个高清摄影之后，对，马上马不停蹄的又是很多大型联动啊，然后又是迫害蛋糕的2颗制作，然后又是 KTV 深蹲，什么有的没的，这样子细想起来，难怪我今天身体我完全起不来。哇，8月整个都是高强度活动就视觉上的冲击也有，身体上的冲击也有。我到底还有什么不怕的？不应该说，我到底还有什么会怕的？应该没什么东西有办法吓得倒我了吧？应该，我觉得我真的已经没什么东西吓得倒我了，真的。蜘蛛可以多舞马几次吗？阿嘞，你太多是在讲啥嘞？我哪能听不嘞？阿嘞，喜欢多舞马几次。那等到我们水云宝贝把这个舞马流星的这个秀子上传之后，你想多看几次舞马都可以尽情的看，反正它就是舞马的流星，舞马的一连，知道没有？没有错，舞马一连你要看几次就有几次，好吗？我画个秀子不想开小气了，我就觉得放纵普西米亚老师你不懂，这群面线嗜血的他们，居然真的把这个旗拔起来，我还得高清的拍给他们，他们好想看高清的，他们好喜欢哦，好喜欢的，超喜欢。其他参展的高价流星都非常非常的哀，他们很害羞，都躲在角落，甚至躲在可能土壤里面不想出来，就只有我们台湾常常看到的那种，看到马上就会把蓝白拖抓出来的那种大型流星，1到1个不行，2、3只窜出来就想跟你互动，没有，我没有跟你互动的意思，走开就全部箱子里面的流星都很美，而且不像流星，像那个你们上次说什么鼠妇是不是好可爱，而且它有那种巨大鼠妇好可爱，就只有那个姓美洲的，怎么回事？完全不想跟他互动，一直爬过来，怎么回事？极恐其2公开的时候吗？哎呦，你们的专辑就加油一点嘛！听说还有29张啊，我们还有29张精装版，还卡加油的哦！黑羊羊你好啊，对我很怕，对，水宝贝你怎么？你摸透了姐姐，伤脑筋，少了味觉上的冲击。我觉得味觉上的冲击也不少。我觉得我昨天那块蛋糕，我还是很仁至义尽的，就是负责了就是1小块的这个葡萄干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超负责任的。福利熊你刚好低对，我觉得我太负责任了，我干嘛还要负责那1小块葡萄干？因为没有人要吃它，你知道吗？对，就连咪噜老大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吃葡萄干？”我说：“老大，你懂我。”他说对，但是你为什么要吃？我说你懂我的，我现在吃得很痛苦。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吃？我就老大你听，先听我说，娓娓道来这样子，很好笑这是很可怕的一期。开玩笑，我接下来还有什么？我到底还有什么棋不怕？我到底还有什么棋不怕的？都很怕，对不起。我现在脑袋转不过来了，我现在还有什么棋会怕的？对，应该是这样讲才对。请问我接下来还有什么棋应该要去害怕它？对，我连流星都已经挑战过了，然后极恐食材之一的葡萄干，我今年度大概已经把我这一生的葡萄干都已经吃到淋漓尽致，好像对我觉得接下来
好像也没什么棋，担心你们把的嘛，对不对？哎呦，好简单哦，好简单哦，怎么会？哎，太简单了。我把拖鞋放箱壳了吗？啊，谢谢小喵喵，其实没什么好怕的。哎，好啦，他吧，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有怕的东西，只是我现在就是脑袋因为就是整个倦怠感，对，倦怠感侵蚀了我的脑袋，所以我今天讲的任何的话不代表朱迪卡的立场，对，我被调正号了，好不好？就还有完整的五马流星展，一定要的，水灵宝贝，弄死他们，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看到。水灵宝贝，知道吗？那个多放一点，知道吗？就是那个，知道吗？那个哦，谢谢。大姐你好，领导平安哦。鼠妇很可爱，很像大型鼠妇，真的。蓝色神教你好，恐惧他，面对他。不是生而为我们这个文学作者，我只能说这是想象力真是爆棚。对，但是基本上我可以理解葡萄干，我也可以吃掉它，我今年尽量做到了。不过蒲西米亚老师对于流星这种东西，我觉得他就成为我的过客吧，不如就让他成为我生命中的过客，不好吗？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瓜葛，知道吗？完全不想。好，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我们来唱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唱好它，声音感觉还是蛮疲惫的，但是今天唱一唱，然后给大宝老师听听，看哪里要修，然后没有意外的话，礼拜三、礼拜四或礼拜五会挑2天再来开台，然后对，再看要怎么去诠释。然后大概下礼拜猪猪会有1天晚上的突发，半小时1小时唱看看，对，现在很多产品会用到养殖流星，我知道，我是知道的，它是很棒的蛋白质来源，对。我觉得我还是先唱歌好了，大家已经开始对于这个话题又蠢蠢欲动了，对。臭男生都喜欢聊奇怪的东西，来，我们现在眼泪记得你一下。哎，想等一下吼。啊，我怎么下面练习了这么多啊？我不记得我练习了这么多，原来我练习了这么多，是不是？好啦，就来唱吧。今天应该没有办法唱好它，但是一样就是熟悉歌词、熟悉情境，还有伴奏的部分。来吧。然后还没补档，就是米鲁老大的3D 卡拉 OK 的观众们可以去米鲁老大那边补档哦，很欢乐，欢乐到就是完全不晓得到底在干嘛，超好笑。好啦，今晚我来要唱这条歌，就叫做《目屎会记滴滴》吼。啊，不过伊毋是台语的，伊是花语的啦。咱来唱吼。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久等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记忆诉说了一切，拼凑着2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
我身边，就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只是不同世界。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要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懊悔还等着。I close my eyes， 感觉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许愿，眼泪记得你一切，瞬间停在永远。我觉得我肚子好饿哦，完蛋了，我肚子好饿哦，肚子超饿，完蛋了。好，我先关掉这个伴奏。可是现在吃东西更尴尬，你现在都要唱歌了，你吃东西然后又会生痰的，叭叭叭的但中午不睡一下又没体力哦，各种纠结。好，我们来看一下聊天室。来，一唱再唱哈。接下来我们谢谢汤姆先生，感谢汤姆先生，这个非常适合置顶文，直接下播吃饭再见。我还是唱一下，因为大宝老师他今天会听回放，然后再会跟我讲说要怎么调整。对，我们的丢逼阿公丢逼阿公非常关心进度。怎么复制不到？复制到。丢逼阿公关心进度哦。接下来我们来练这首《新不了情》。然后我们的回家回来了大宝老师说就是回家也再唱3首，他再帮我调整一下。所以回家了。回家这首歌就是对，又回家了。处于两难，赶快去补眠吧。但我还没有要下播啦，我还没有要下播啊！我要唱一唱。就是没有能量包之类的嘛？可以的话，我真希望我这边有鲜豆。现在的孩子不会都听不懂什么是鲜豆了吧？孩子们，你们应该听得懂什么是鲜豆对吧？我希望就一颗，然后就是肚子很饱足，然后活力充沛这样。是你皮的降落哟，你皮，欢迎你来到着迪开冰的挂牌子吃一下，1小时或1个半好像也不是不行汤姆先生，这感觉不错，刚才你也降落，什么两难境地吗？谢谢他哇，好像也越发混沌了，好喜欢。
谢谢 B 酱，沙特大西我看一下哦，阿奇君哦，对，绿绿的那个啊，是红您应该怎样哈？然后蝌蚪 F6，然后陈宝宝你 P， 谢谢你的加入。蜘蛛侠站着，我肚子好饿，但是还是指定曲站着唱看看。谢谢加入。あれ本当にわからないのか。本当にわからない信じられないね。あれ不懂。你们明明都懂哦，店总。谢谢降落，天女散花降落哦，这位是欧丽吗？你好，欢迎降落。不知道什么豆，但是有精神时光屋吗？啊，您都知道精神时光屋了，怎么会不知道仙豆呢？在场的各位不知道仙豆是吗？你们一起隔壁买一个那个蚕豆酥吼，那个口味大概就像那样。朱蒂卡为什么知道仙豆的味道啊？活了5005年了，该知道了。那就跟那个隔壁卖的那个蚕豆酥赶快哈。啊，汤圆嫂是谢谢妮皮的降落，只要元气弹跟龟派气功已经很棒了，超棒，好不好？气候中的仙豆，我好想吃仙豆，你知道有一颗，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吃饭，然后可以赶工作，是不是？然后又可以元气饱满，哦，多好，对不对？子杰你好，欢迎降落，只知道龟派气功。等一下，你知道那个什么杠魔灌光沙炮，这个很深，这个已经很深了，好不好？你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最好也不要知道那个克林他老婆是谁哦。对啊，没有人知道克林他老婆很正啊哈。好了啦，我唱歌，对不起，你皮，谢谢你的降落。对，就说今天就是体力被榨干，但是我们还是继续来练习一下歌曲哈。毕竟诛仙人嘛，但是开玩笑哦。孤神灵哟，以我老师啦，以我师傅啦，你会不？乱讲话。我要唱歌好了，我们今天让回家一下，但是我还是先不了情。咱嘛是心内心不了情一个哈。啊，修仙就可以不吃饭的工作也是另类的永动机。好，仙女宝贝，您这么说也是没有错。不行，肚子越来越饿了。我看一下，我们心不了情。好，反正就唱看看吧。肚子超饿，钟红霞，哦，超级饿，饿到可以吃到一条大象，你知道吗？心落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皎皎，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我觉得18号就连女生都可以被圈粉哎，你真是太正了，真的。可是水灵宝贝，这么多东西可以开，可以不要开葡萄干吗？
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然后肚子就好饿，就是战斗力技术机测不出来还爆炸这样。那战斗力常常测到爆炸，那个仪器真的该送修了，是怎样？哪一国制的？常在爆炸，怎么回事？好了，我今天要唱阴天哦。对，虽然说这两天天气不太稳定哦，没有冬虫夏草不干我的事，有冬虫夏草不干我的事哈，不干我的事。对，然后外父先生你好，泡喜马拉雅天堂恋你好，稍后来我看这个各位陈宝宝哈，然后。应该让我怕的酒后啊，应该都打到招呼了。对，就是今天拖着疲惫的身体跟喉咙过来好好的练唱，但是发现就是可以唱，但肚子很饿，肚子超饿，完蛋了。然后香槟葡萄干可以啦，勉强可以啦，海苔桑，香槟葡萄干，再测一次战斗力超过9的，你们可以找一下那个。比较坚固的 Made in 台湾的品牌吗？对，我觉得我们台湾制造还不错。NIT 记得下次要选购那个战斗力测量机之类的。你挂在眼睛上面，随时爆炸是怎样？你100颗眼睛都用不够，好不好？对，慎重的就是呼吁各位 ，Made in 台湾很重要。对不起，我又在讲干话了。不要再葡萄，对，葡萄干可能真的可以让我打起精神，因为太难吃。但是我印象只有为何007能省一半？为何007能省一半？怎么回事？从深圳回来了，辛苦了，出差吗？我只搞点什么？出差是不是？从深圳回来啊？好。OK， 最近还蛮多什么 A 流啊、新冠什么这些，大家都小心哦。咱们回家了，大家来回家一下哦，回家啊！我们又要回家了，对。上次以为回家已经被驱逐出境了，但是没想到他又回来了，对。这样，这么饿的朱迪卡斯有没有办法唱回家啦？先来唱看看。好听吗，牛奶先生？谢谢。那是一堆什么烧鹅、烧鸡、烧猪？怎么这么好？
啊，好过分哦！对啊，我这样肚子更饿了。以前的广告是不是？哇，完全没有印象哎。然后曾经拥有，好牛妈，我先不要看，我先不要看你的留言，完蛋，因为这首歌会回不去。牛妈最坏了，牛妈，我跟春姐姐讲，都欺负猪猪，然后一首歌就没有办法唱了，这样。对啦，大概一当等起啊哦，我可以回家了。好来，我们来试看看哦，肚子好饿，唱得好吗？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卡痰，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丢脸，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啊，忘记了。有一阵子没回家，我刚看到大娃说家门开了，我对不起，好听啊，谢谢乌黑安，我看着鬼门开了，回家，回家，马上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
马上来我的身边。中间一度看到鬼门开了，有点害怕，想说是这个回家的意思吗？如果是这个回家的意思，可以不要来我家，谢谢。家门开了，但是我家可以不要进来，谢谢。我是无胆之猪，从小就无胆，你知道吗？非常的无胆。とりあえず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ありがとう，感谢他的赞助，我看一下，我整理一下哦。这是乌天的赞助吼，谢谢，感谢他的赞助，你们的赞助，恁的赞助会当吼，恁的你上爱主持人嘛，好，讲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哦，恁的赞助会当互咱吃较久的啦，你们的赞助可以让我们吃饱饱，吃比较久一点，你们的主持人都非常需要赞助，欢迎多多赞助，欢迎多多赞助，会支持你的主持人，那不是我的锅。那什么？逼的，我超爱那首歌。Michael 是无法复制的，无法取代的，他是神。回猪猪家，今年有中原普渡的这个歌会无？应该嘛是有机会当普渡一个，但是我想起来，有可能嘛是无机会，是安怎讲呢？爱高的时阵啊，因为9月中旬以前都还在普渡嘛，对。如果要的话，我们先把8月的忙完。我8月确定我可以顺利呼吸到9月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玩一下中原普渡歌会。对，我发现这3首歌就是比较熟的，反而是回家他真的回家了，难怪大宝老师要我再把回家唱回来。原本想说回家丢着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只能精挑两首。做筛选，对，但是今天就是回家要回家嘞，对，回家好像可以回家一下，所以现在又变成3首，再把回家抓回来做筛选这样子。回迪卡家吗？我是很欢迎你各位兄弟们，对，阮兜来泡茶，来阮兜泡茶，来阮兜佚佗，你起码就是来阮兜来佚佗，对，但是这个中原普渡真的不要太多那个我看不到的兄弟们聚集在我家，我会吓死。因为我知道大家是无恶意，大家可能只是出来玩，其实我真的是无胆之猪，好不好？哪一天我被解剖了，哪一天我走了，要捐赠大体的那个当下，你会发现那个切开来没有胆，你知道吗？真的胆子太小，小到跟没有一样，你知道吗？鬼门关前都能普嘛？好 ，OK， 那么9月中旬以前吧，对。看看我们先把这些歌先唱好。对，我们唱的第一轮真的要常唱我觉得这样唱下来怎么反而是回家比较顺？但是可能是主唱者自己的感受，因为老师还没听，老师听了之后我再问一下到底该怎么去调整。好，我给大宝老师的那个这3首歌的表单跟歌词忘记开权限了，老师你等我一下，我现在开，我现在随开一下吼。开权限，等一下忘记了。好，老师我现在开啊。好，哇，这底下胆胡说，这明明是七里香，等一下，胆已经缩成跟七里香跟鸡屁股一样大小是吗？真的，你看多小，无胆之猪对，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冒犯的，对，例如我的精明干练，你们说是吧，兄弟们？好，只要我现在不要看聊天室就对了，对。那我们再唱回来眼泪记得。对，例如我的精明干练是无法被冒犯的，谢谢大家。那我们再来眼泪记得你一次，眼泪，眼泪记得。
你还记得你歌词，我都还在熟悉它它要不这么难熟悉啊？然后再来一次。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就断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记忆诉说了一切，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这个歌词好难记哦。就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世界。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我？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都只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要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懊悔还跟着。My eyes， 感觉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誓言，眼泪记得你一切，瞬间停在永远。谢谢，多喝温水哈。好，先把这个伴奏关掉，然后饿到一个麻痹之后，你就不饿了，继续唱歌。我今天可以陪大家唱到3点多，好吧？薄荷说那个就可以冒犯一下的吧？啊，什么？哪一个可以冒犯一下？哪一个？但起码看起来看得到，只是小，但致命。我要跟尊姐姐讲，就这样。尊姐姐，你看就是这样。尊姐你自己出来看。汤圆嗓了以后，谢谢你们的打 call， 谢谢。眼泪记得你真的一直忘词，好烦哦。但是就是只有1-2句会忘，但就那1-2句很烦。来，我们再来新不了情一次。
3点多，没错，因为肚子还是饿，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到3点半啦，对，差不多。我们再先不了情。有水灵宝贝没事，这是猪猪姐姐没有记错。我就唱着唱着，我真的觉得回家真的回家了，回家反而是现在肌肉记忆记得比较熟悉。好，来，我们再先不了情。好，谢谢大家今天陪猪猪练歌。对，上个礼拜那个工作强度有点太强，对，然后有点疲劳爆发，但没事，不影响唱歌。maybe 应该只是我肚子很饿，肚子超饿。好，来唱这条歌叫做《心不了情》。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
谢大家，我新不了情，好怀旧哦！怎么突然有许茹芸的《泪海》？哇靠！这是儿时记忆被炸出来哎！小时候这首歌超红的，超级红。不过许茹芸呢，我觉得是在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她应该就算是比较那种美声嘛，但所谓的美声有点笼统，像阿妹对我而言也是美声，所以我小时候听的就是阿妹派，听习惯之后，许茹芸的歌反而不会唱，因为许茹芸的歌就是很轻很柔。爱已不能懂，还有什么值得我心动？哎，我忘记怎么像你的天空下起雨来，就是比较轻柔，对。但是小时候就已经习惯阿妹唱腔的，就会唱得很重。所以小时候我不会去点许茹芸的歌，因为我知道我唱不好。对，她的歌都很好听，但是我小时候不会唱，不知道怎么唱。许茹芸很赞啊！没人心疼的黑夜，连着暗红深深的泪水，是你，哦，是你。让我什么？让更中寸断，让我望穿秋水更中寸断，应该这样吧？你怎么舍得把我的泪流向海？哦，天哪，好怀念的记忆都炸出来了。对，真的是玉女歌手。所以小时候其实我有收藏许茹芸的专辑，反复听，她真的也很助眠。他这是我在听的阿妹的那个《孤单 Takura》之外，还是偶尔会拿出来放的许茹芸这张《泪海》的专辑，超级助眠。对，但是就有收专辑，可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唱她的歌，对，因为她声线太玉女，跟这种那种粗暴狂野的那个朱蒂卡声线完全不一样。对，哇，好怀念哦！我就突然嫁出许茹芸，就很多小时候的回忆杀。欧雷先生，你今哪里嘛来呀？好，小天，我今嘛来点水哈。来 ，OK， 我们又新不了情一次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家一轮。今天就唱爆这些指定曲，然后再给我们的丢逼阿公大伯老师来听听。等我一下哦。好，我们再回家一次。想不到这首歌又回来了。原本想说驱逐出境了，然后鬼门开之后他又回来了，这样感觉有点可怕。所以回家这首歌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灵体，是吗？对，回家他又回来了。回家，对，很独特的云式唱腔，对，五线声声也被炸出来了，真的。对，然后小时候听就很喜欢，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呈现那个美声声线。对，直到活到5005岁的现在，好像大概 maybe 可能才知道大概怎么唱。真的要用气息气的方式去唱，用气，对，要气。阿崔你来呀，把你的什么，把你的胃流上还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舍得把我的泪流向海？为什么这句话你可以把你的胃流向海？怎么回事？你胃食道逆流也不应该这样的，好痛苦哦！胃食道逆流还流向海，这样对，要用气息的唱腔。对，小时候这个阿妹的这个比较巨大炮型的歌手的那个唱腔，练久练习惯之后，完全不晓得怎么用气去唱。我到今年才开始就是练习怎么用气去唱，好难哦。对，这个就是大炮朱蒂卡。对，气息，气。虽然说你们也很常让我生气，臭男生都让我生气，就是那个气。对不起，喝口水。好啦，喝口水，然后再来回家一次。把胃
流向海，这是什么胃酸鼓掌的招式？你可以问一下我们胃酸鼓掌 ，A.K.A. 海太桑 ，A.K.A. 我们水母先生。气功真的很难，没有错。我除了需要仙豆之外，我还需要气功。不是啦，越讲肚子越饿。多喝热水吗？是的，红旗。起码就是在啉烧水。真的是烧水。我真的每天都喝温水，每天真的。胃胀气真的不需要，胃胀气会让我无法唱歌，唱的也不好听。胃胀气走开。这肚子有气，我先打出来。谢谢大家陪猪猪练歌。我们现在金 V 奖的这个报名截止日期也剩最后2个礼拜，现在决定，现在准备还来得及，好不好？我们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相信非常精明干练的你各位以及你各位的推，只要1天就可以，1天有点夸张，好啦，3天啦，3天应该就有办法撰写你们的企划书。对，我们把握我们的第4届且投且珍惜的这个奖项，办任何奖项都是非常燃烧生命的。对，通常办完我都会看到一个瘫软的凯文在地板上一蹶不起。对，并不是他心情不好，而是已经燃烧殆尽，变成灰烬，把它捡起来拍一拍它，然后接下来又马上再忙下一届。对，这就是我在这4年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凯文。我真的是很佩服，就是愿意筹办任何奖项的单位啦。对，所以对，就是永远支持金密，继续有机会筹办下去的话，永远支持。对，毕竟今年走中没得投了，好可惜真是很遗憾啊。对，但是我们期望他还有机会再回来啊。怎么一天都可以碰完事？我一整天下来，到底哪一次碰过？你自己说。我先唱歌，我先暂时不要看聊天室。我丢下了这个疑问，我丢下了这个问句。对，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引发众多的讨论，但是我暂时先远离这些讨论。对，我要先回家一下，谢谢大家。好，清喉咙哈，清喉咙。来，回家，回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马上来我的身边，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
留恋，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Be here, 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我马上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马上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格力先生也来了，然后我越来越饿了。操嘛，我越来越饿了，完蛋了！时间来到着3:07，我搁啉一个小滚水嘞。好，哦，我肚子好饿哦。他要直接给我新不了情哎，好吧，我继续唱。他要直接给我新不了情了。他觉得我该练习了。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把它更新上去。但这首歌不是回家，这首歌不是回去阮家。汉迪你好。心若倦
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好，把麦克风先拿回来。好，我们先要让声音休息了。今天大概先唱这样，看有什么要调整的，我再看 Double 老师那边有什么建议。这样，大家这什么歌啊？这下面瓜，一下，小。等一下，完蛋！这居然是陈升大哥，救命！既然你说留不住你，陈升大哥的声音，对，哇，好喜欢哦！哦，好，我让自己休息一下。OK， 既然你说留不住你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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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喵喵喵，好，休息时间。好，每天大概这样就好了，剩下就交给专业的老师，再看我应该怎么做调整。对，声音也不要太勉强哦。毕竟上周的这个忙碌强度真的是有一些强，对。待会追一下聊天室。嘿，汉鼎有看到你吼，沙德来，猪猪该回家了吗？有啦，从台北顺利坐车回家了吼。就是在那个米鲁老大家深蹲完之后就回家了。要外带回猪猪家，可以不用，好，我们家现在不需要出现任何有那个葡萄干自备的东西。对，陈升大哥的歌，那首歌超好听欸，对，瞬间回到乡下嘛。然后新不了情，回不了家。8月1号先生，辛苦了吗？不会，对，毕竟啊。要把握时间吧，我们最后2个礼拜来统整一下那个金币奖的这些奖项啦。那这2个礼拜应该会着重在能够多唱就多唱，然后唱到最后，我觉得我跟大宝老师应该一定就是处于这个礼拜狂唱，下个礼拜狂唱，然后下个礼拜再把它再深度的看有没有办法做更细微的一些修正之类的，
最后可能真的要到28、29才甘愿投出去。我在想，应该啦 ，maybe，他哇，你猜吗？哎呦，我今天还是真的有唱歌啦，砸了1个小时之后，我也唱了1个多小时，我好棒，对不对？对，然后牛奶先生，谢谢，然后啪叽啪叽是汤圆上的啪叽啪叽，好可爱。我只想给每个少女姑娘牛妈怎么这么渣？哎，不是，她春姐姐来帮你折断。综合坚果加葡萄干不行，还要得上。每次就是有朋友或者是亲家朋友上挖这个叮铃有无？叮铃就是坚果的台语，我们上次刚好学到了嘛，我就一定是绝对是把葡萄干挑掉的那个，我就绝对只吃坚果，然后葡萄干就是那个谁可以帮我吃？打死不吃葡萄干。葡萄干真的没办法啦，好可怕哦！它是很可怕的生物，你们知道吗？不，你们一定不知道，你们一定不知道葡萄干很可怕，你们怎么可以吃葡萄干？很可怕！我现在流口水绝对不是因为想吃葡萄干，只是我肚子饿了。对，我觉得我该休息了。对，我们今天谢谢大家陪我反复练习这3首歌，没想到回家又回家了哦。对，原本驱逐出境的怎么又回家了？对。驱逐出境，说好的驱逐出境，你怎么回来了？好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降落地点。我们难得看到凉拌小姐，我们去打扰她一下哦。凉拌小姐总算看到她了。对，然后前阵子有一阵子比较忙啦，比较少看到凉拌小姐。葡萄干优格其实谢谢，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也不太想要，谢谢。我现在虽然睡了很彻底，但可以容纳一下。大姐坏掉，大姐你还好吗？大姐感觉经历了些什么？对，其实知道葡萄干是生物吗？对，没有错。小喵喵对我而言，任何世间万物都会是生物，像芋头这个生物也是常常就挂在嘴边。芋头这个生物呢，真的是极品，它在食材里面绝对是极品。的这个状况下，我们99姨婆降落了，谢谢大家今天都过来陪猪猪唱歌，我好开心哦，我好开心。虽然说我觉得我喉咙该休息了，但姨婆来了，快点我们打个招呼。葡萄干对你身体很好，葡萄干生喉那个一点都不好吃，不喜欢葡萄干真的没办法。汤圆上我真的就是吃奶酥面包，为什么？奶酥自备的就一定要跟成群结队的葡萄干为伍，他为什么一定要交这个葡萄干的坏朋友？我每次吃什么奶酥吐司、奶酥面包或者是炸弹面包，里面一定，你为什么离不开葡萄干？你没有他会死吗？奶酥，我就想这样问他，你知道吗？你可以不要交这个坏朋友吗？是我，好悲伤，我没有办法。对，你看春姐姐，你出来念她，你看春姐姐。他都过来讲干话。红旗说配热水吧，不行，即使我很爱喝热水，但是没办法。谢谢我们这个BNB13，谢谢你的姨婆你来了，姨婆辛苦你了，你要把自己照顾好哦。最近都在听显然乐团 DJ 等一下，不要这样，不要大姐，大姐我们家观众不敌贱，不要这样子。对，你们都很棒，你们都是很棒的个体，知道吗？尤其是大高雄工业国的子民们，好不好？芋头里面有葡萄干怎么办？当然是把葡萄干挑掉啊，然后跟芋头好好说教，叫他不要再靠近葡萄干，然后再吃掉这样。姨婆，谢谢你的降落。奶酥葡萄干我就我也是没办法。对，谢谢降落。对，姨婆，姨婆你喜欢葡萄干吗？猪猪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葡萄干的生物，对，我也是生物，没错，我没有办法。气，不会甜的。我觉得不是甜的问题，是它那个葡味，我没办法。不要啦，不要加葡萄干，奶酥怪我。你为什么要跟葡萄干在一起？有这么多的果干可以选，为什么就非葡萄干不可？难道蔓越莓干不行吗？葡萄干可以，蔓越莓干都不行吗？芭乐干也不行吗？你这样叫芒果干作何感想？对，想跟他说教。奶酥跟葡萄干为什么？我们台湾面包真的很喜欢把奶酥跟葡萄干尬在一起。奶酥葡萄干我真的没办法。对，
不是掉出来在吃葡萄干，你为什么在这里要吃？你按摩好难吃，一下，绝对不可能发生，因为我已经知道它的那个谱味可能会让我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一定挑出来，就是看说是屯妈解决掉它，还是我可能就给它回归大自然了，我就绝对不可能把它塞进我的嘴巴里面啊，没可能的代志，知不？啊，哦，蔓越莓太贵，改吃枸杞，但是枸杞。啊，枸杞又是一个很棒的食材，因为枸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呢。枸杞这么好的东西，它怎么？那枸杞跟奶酥吗？好像也不是不行。巴乐干有点太怪，是不是？单吃葡萄干可以，但是很少跟其他东西一起吃。啊，姨婆，我觉得我连单吃都没办法，所以姨婆也是我们的勇者啊。对，发现你变绿了吗？哦。海底桑，你怎么绿绿的？我们的绿界大佬怎么绿绿的？你是不是被谁收到账号了？我们的海底桑，葡萄干是朴实的美味。好了，的确了，只是很遗憾我跟他无缘。改放枸杞，下次可能可以试看看。蔓越莓的确比较贵，对，新不了情。Super 爸爸，我唱了千万次了，这阵子。猪眼里奶酥为什么要对？对，我就觉得奶叔是个善良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跟渣男在一起？为什么要跟渣干在一起？完蛋了，我要被那个葡萄干的拥护者出征了。你为什么要跟渣干在一起？你说，我不是千叮咛万交代叫你不要靠近他的吗？好像恶婆婆的口气这样啊，对，没错，口气也太明目了，是不是？cheese杂粮果干里面的葡萄干。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对于 cheese 杂粮果干面包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 cheese 杂粮果干里面一定就会有葡萄干，所以我打死也没有办法去买。我知道有些什么不是马克先生好，但是你的朋友马可先生的杂粮面包很棒，他们家的肚子好饿，等一下，我一直在分泌口水，完蛋，肚子真的饿了。他们家的杂粮面包真的很赞，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选购有任何葡萄干成分的他们家的面包。枸杞可以顾你的目睭子品，我唔对，新秀里爱给加挂。我看到主播在唱吉米才想起来，原来还没过吗？什么东西？你说吉米的那个投稿吗？啊，姨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到8月31号哦。问一下那个公示聘请的业务，这样子，要不要参考一下？来都来了的。公示聘请朱迪卡成为那个精密业务，这样拉拢那个报名人数，这样是不是？该不会当初这样消耗冰箱里面那个3叶葡萄干？别再说3叶葡萄干了，好可怕！我这辈子真的没有主动买过3叶葡萄干。当我知道它的味道不是人吃的那个小时候，我就打死我就决定了一件事情，以后老娘赚钱，我不会把我的钱投资在3叶葡萄干上面，因为我绝对不会去吃它。小时候尝过那个味蕾，小时候就是郑重的发誓，小时候郑重发誓，长大绝对不要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去买葡萄干，因为我绝对不会去吃它。在被注视啊，肚子好饿，那个好吃哎。哦，绿葡萄干可以啦，绿葡萄干我可以接受，对。放10年之后就快坏掉了，是不是？3叶葡萄干放10年，你可以直接丢掉了，谢谢。那现在好贵，但是好好吃，对，就很贵。只是有葡萄干，我就觉得我买那么贵，里面有葡萄干，何必呢？干脆不要买这样。对，我肚子好饿哦，马克先生。讲到饿了，可以买那么香椿啊？对，其实还有其他选项，所以我去马可先生的杂粮面包店呢，我会买其他没有葡萄干的选项面包也很多。我把葡萄干包进面，有劲了，等下盛红有劲了。可能可以挑战看看，真的吗，姨婆？店总可以不用这个时候，完蛋！我觉得店总真的学坏，完蛋了！你们到底是谁叫他背刺朱迪卡的？对，我又主动吃过，没错。谁叫我要立起？谁叫我要立起呢？对，而且一定是年轻人哦，不要，对，没错。对，咸咸那种有加那个干梅粉的，就可以。马克先生赞，马克先生也赞。然后乐田那面包屋的馒头好吃，是不是？高雄有开分店吗？那种东西，
他瓦，你冷静他瓦，我只是说出我的心得。对，哈根达斯莱姆葡萄，我觉得一定好吃啊，我觉得一定好吃啊，吹。但是我跟大家讨论过了，刚刚我们也有讨论到冰淇淋，莱姆葡萄的冰淇淋让我翻转了对于葡萄干的人生概念。我品的不只是葡萄干，还顺便品味了人生。在日本银座的那一口莱姆葡萄冰，让我完完全全对于台湾文化的概念做一个超级大的翻转。于是我经营起了迪卡吞珠机，一切都是我不想说是因为葡萄干的功劳，我打死不想这样说。对，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今天的直播就是居然要停留在葡萄干这个话题，让我觉得倍感遗憾。肚子好饿，我觉得我该去吃饭了。贝斯楚楚需要教吗？店先生原本很乖的，店先生，你说你是不是原本很乖的？他原本很乖的，是吧，店先生？怎么这么乖的店先生会变成这样子？到底是谁污染他？他真的原本很乖的店先生，对不对？都给你什么吃莱姆冰淇淋，然后外面撒。我会生气，因为那个葡萄干没有泡过任何的莱姆酒，我会生气。葡萄干要泡，对啦，然后至少泡个莱姆酒嘛，对不对？再唱一首，有吗？你完蛋了，你今天要睡客厅。你看春姐姐生气叫你睡客厅呀。我觉得他吧提出了那个莱姆酒杂，葡萄干酒杂，可以哦，不错哦。我下次来立个旗，看大家有没有办法开开心心拔起来。可以啦，绝对没什么好害怕的啦，应该那个旗不会立得太难啦，对啦，不会啦，没有莱姆葡萄干就没有。等一下，哈特桑不是这样的，你们可能还是可以看到朱蒂卡经营这个频道，因为不止葡萄干翻转我的人生，对，朱蒂卡就是大学3年级的时候考上交换学生，过去也是受到了文化冲击，然后反思为什么台湾人好像不是这么喜欢自己的文化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哦，不只是葡萄干哦，一定是葡萄干带。对，胡西米亚老师绝对是，真是太坏了。我妈谴责葡萄干，但是我打死都不会去吃它，谢谢。葡萄干是亏，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不好，要蜘蛛什酒杂给你们葡萄干。我觉得我会在你们面前把它放进去，然后我们可以边炸边尝，就是一开始泡的味道没什么入味，到中间有点入味，到后面全入味，然后后面朱蒂卡开始乱卤小小，就开始了，因为醉了之类的。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以来立起一下，可以来立一下这样。为了庆祝猪猪人生，这是什么东西？可以的话，我的人生真的不想要跟葡萄干有任何的瓜葛，试试。总结泡过莱姆的葡萄干就，对，没有错，叶叶。喝莱姆酒配葡萄干就是莱姆葡萄，对，没错。可是我还是希望它是泡开的，对，翻转人生。如果可以给猪试看泡多久能够下课，那也是一个不错体验。对呀，我觉得是不是？感谢他吧，我们记下来。好啦，时间来到第3点25分，我们现在凉拌小姐应该还在开台吧？我们降落过去吧。谢谢你们陪我疯狂练歌哦。猪猪的练歌词就是反复唱，唱到最后再看说会撞到哪一首，可能还可以丢的，我们就丢过去。对，会一路唱到8月底哦。然后8月底咱过来录小小咱的公妈，咱的祖先，您讲话唔好啊？我们后方的这个祖先烟雾缠绕，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倍感安详，倍感欣慰。谢谢我的祖先，现在从4.0开始都陪着朱迪卡开台。好啦，谢谢你们大家，肚子好饿，我该切片尾了。虽然说有点疲劳爆发，但是不影响唱歌啊 ，maybe 应该啦。好啦，咱要讲了咱的凉拌的便当哦。それでは間もなく涼拌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咱要讲了咱的凉拌的便当请好好的安全带。
准备被杠了啊！那明仔载明天猪猪又要出任务了，然后礼拜三如果任务完成的话呀，可能可以突发开台。如果说没开台，就代表任务还没完成哦。然后礼拜四、礼拜五会开台，好，礼拜四五会开台。谢谢大家。好啦，那么接下来看礼拜三会不会开台，就静待猪猪公告。我phải去吃面嘅，巴肚照腰诶，大家拜拜，拜拜。